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讲合法》，又到了民族来教大家做料理嘅时间了。你可唔可以记到出菜咧？唔记得记到记下加班哦。今日民族来教大家做嘅牙齿料理，算是客家的经典料理哦，就是我们的鹹菜乾鹹肉。兩個鹹菜乾鹹肉都帶有乜嘅重要嘅色彩類的看到哦，也是我們今天要學到的單字，就是這個五花肉、三層肉，記得要閉嘴巴哦。另外一個呢，就是這個梅乾菜，這個就是鹹菜乾。我们用这个3層肉哦下去，稍微把它腌制一下。重点呢是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炖煮。我们现在呢把它下到锅子里面哦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你要让它比较入味的话，可能要等待比较久一点点的时间，慢慢的让它静置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先把它盖起来，稍微的等候一下哦。我们再等待一下，待会就可以开动了，要等1个多小时。好香哦！来，强豆，我的好朋友也是客家人，帮我们吃吃看味道怎么样，好不好？来吃吃看啊，看有没有上到头摆嘅米头毛嘞？用白，好什么？好吃，好吃。真的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教大家讲这句客家话，就是说这个梅干菜配五花肉很对味。四线腔你会讲对不对？你要不要跟大家来讲一次？鹹菜乾配3層肉。當甲米，鹹菜乾配3層肉，當甲米，沒有錯。所以呢，鹹菜乾跟3層肉呢，他們就是永遠的 best friend， 一定要配在一起才會吃到客家的精髓。你們也跟我一樣喜歡吃客家的這個梅乾菜嗎？梅乾菜啊，一定要跟3層肉才是最對味的哦。在這裡呢，明珠帶大家一起來複習一下我們今天學到的新單字。第一個看到的就是五花肉。3層肉，3層肉。第二個就是梅乾菜，鹹菜乾，鹹菜乾。第三個，我們來學一整句話哦。梅乾菜配五花肉很對味，鹹菜乾配3層肉當甲米，鹹菜乾配3層肉當甲米。下一次你也動手自己來學做料理吧。我們下次見嘍，拜拜。